你冇睇錯，呢一個全新嘅 YouTube 片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係要講關於我未來拍片嘅一啲方針。咁就我要 make 個 announcement 先啦。首先啦，我未來所有拍嘅片，幾乎未來所有拍嘅片啦，我諗都會會 public 嘅，會公開嘅。耶！跟住之後啦，我諗我未來可能會拍嘅有會新增嘅就係三個類型咯，咁就邊三個類型咧？咁我就會逐個介紹啦。咁而家開始先講第一個先。咁第一件事咧就係第一個系列啦，就係關於點樣優化學習噶啦。咁呢度就係先確認咗目標先啦，就係要無限接近零學習啦。咩意思咧？咁我就想講下關於我嘅學習觀先啦。OK。喺我嘅學習觀係點樣？就係我相信咧，閱讀係學習嘅最小單元啦，所以咧，我學習嘅絕大部分時間咧，都係建立喺閱讀呢一個建立喺閱讀嘅呢一個行動上嘅。OK。然之後咧，我嘅目標就係將學習時間降到接近零，並且獲得相同嘅效益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可以將學習嘅時間降到零嗰刻，我會有更加多嘅時間啦嚟到去做其他嘢啦。而且咧，我都唔太中意學習嘅。OK。所以如果我有辦法咧，可以降低嗰個學習啦，OK，甚至降到接近零咧，OK，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完美嘅狀態嚟嘅，OK。當然啦，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咗個效益，就係我哋希望咧降低個時間嘅同時咧維持翻原有嘅效益啦，OK，呢個我想達成嘅目標嚟嘅。咁喺我閱讀啦，OK，當然啦，有好有壞啊，所有嘅方法，我閱讀，我用閱讀作為一個學習嘅主幹啦，咁可能嘅好處就係佢比較簡單啦，比較簡潔啦，但不過壞處就係效率比較低嘅，所以有陣時候我會事前咧會進行篩選啲資料啦，同埋納入一啲練習啦，但係不過呢個相當於就係增加咗嗰個複雜度，OK，所以都係比較少做嘅，但係不過有陣時我都必須要咁樣做嘅，OK。跟住嚟就係第二個系列，就係課程雞精，OK，就係我哋有四個課程啦，CM2001、CM2003，仲有另外個 QS 兩個，咁咩嚟嘅咧？就係我諗住喺考試前啦，就整一條課程雞精片啦，咁就可以 for revision 嘅。咁應該會方便好多啦，喺溫書上面。然之後第三樣嘢就係最近啦，我就開始研究啦，咩係兼職啦，OK。咁啦，我就有五樣嘢我係發現咗。首先咧，兼職就係喺正常工作以外嘅工作啦，呢個係佢嘅定義嚟嘅。然之後佢有啲法律嘅條例，例如話418條例或者係468條例啦，可能會 cover 喺未來影片嘅，但係咧我就可能唔太清楚啦，OK，所以可能會錯喺呢一度。然之後咧，同時咧兼職咧都係要報稅咯，同埋要符合條件都係會交強積金嘅。最後就係可能會 save 翻啲 evidence 啦，就係例如啲 WhatsApp 啊，或者係一啲重點啦，OK，呢啲都係要save 低嘅，差唔多就係呢啲。咁我想講下就係點解我要拍呢啲片咧？咁就一般一開始嚟講嘅話，我就係希望錄啲片啦，嚟到去課我自己去溫書嘅啫。因為我發現拍片係一個比較有效率去一個學習知識嘅方法，而且拍完啲片再睇翻咧，都係一個可以用嚟吸收嘅一個吸收知識嘅一個非常之好嘅方式啦。但係去到而家，其實我覺得拍片啦，OK，就係喺拍片嘅過程啦，我同時咧會學習到一啲更加多嘅額外嘅知識啦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增值自我嚟講啦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義嘅。然之後仲有啲最後有啲嘢想講啦，OK，
就係我諗喺星期六嘅時候，就學校一個活動啦，咁我就去咗參加啦，係關於咩嘅？就關於與人合作嘅。咁咧一開始咧就其實呢個活動其實佢有 session A、session B 啦。咁一開始我哋就喺 session A 嗰度要起一個橋咯。咁就起一個橋，咁自然就要有一個 leader 啦。OK，咁咧我就好快咁跳出嚟咧，就希望可以統籌翻成個 team。OK，然之後唔同工作，但係我發現啦，呢件事情咧就好難推進咯。OK，就發生咗咩事咧？就係我發現咧有啲組員咧，佢係完全就係自己做自己嘢嘅。然之後我咧就去到最後啦，呢個橋就做得雖然做咗出嚟咧，但係未去到非常之理想啦。OK，咁就呢個係發生喺朝早嘅。咁我就好快咁就將呢件事就係歸咎咗俾我組員啦。咁其他人都話係啊，佢係又唔聽人講咁樣，肯定係佢哋錯咯。然之後咧，我都冇再懷疑啦。OK，喺我唔理啦。咁就 session B 咯。咁去到 session B 咧，就我哋就係要睇一個AI workshop 咯。咁我就用 AI 嚟整一個一個活動啦。OK，就唔係整 AI 嘅。OK，就係整一個活動嘅，但係我哋要利用 AI。咁就我喺嗰陣時候就有一個teammate 啦。OK，佢就我同佢幫一齊做嘅。係啦，就其實除咗我哋兩個之外，仲有其他組員啦，不過佢就冇揾到其他組員啦。咁我就唔理啦，咁我其實冇乜所謂嘅，咁我就hea 做啦。OK，然之後咧就咁做嘅過程中就遇到好多問題啦，例如話係有啲位咧就需要大量嘅描述性嘅資料啦嚟到餵俾個 AI，所以佢可以 gen 到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圖片啊，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呢啲 banner 嘅之類，或者一啲 slide。咁但係咧我組員就打算咧就一個自己做啦。咁我就冇所謂啦。OK，我就照樣係繼續 hea 做，因為我唔太重視呢一個 workshop。咁我哋就最後就花咗唔少時間先至做好呢一個。咁咧，我覺得然之後咧喺我嗰陣時候咧，我就從心底入邊咧就覺得問題肯定係全部都係嗰個人嘅錯咯，因為佢明明有隊友，佢又唔用。OK，咁我當然一啲嘅問題都冇咯。OK，因為我咧就嚟呢個活動只係參與活動啫嘛。但係我哋又拍片呢一刻，OK，我發覺咧，我喺上述兩個活動中咧，我都有啲問題嘅。OK，yeah，冇錯。首先喺 session A 嗰度啦，OK，就係一開始我喺統籌嘅時候啦，OK，事實上咧，我作為 leader，其實我可以提出呢一個關於人員不足嘅問題啦。OK，因為我哋喺製作船嘅過程中，其實唔係船，OK，製作橋嘅過程中啦，OK，因為我發現有啲人就係製作嗰個橋底嘅時候，我發現人唔夠。咁其實我完全可以就係直接去問問存在組員啦，OK，叫佢可唔可以過嚟幫手咯，OK，而唔係咧就係睇住佢哋做，跟住就將所有錯全部都推晒俾佢哋。而且既然我作為 leader 咧，其實喺我成個team 入邊，其實都起咗一個至關重要嘅作用啦。OK，咁所以其實咧責任咧，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出喺個 leader 上嘅。然之後 session B 嗰度，事實上咧，OK。我就真係唔應該將嗰個錯怪俾個 teammate 啫，因為佢咁努力咁樣做嗰個嗰份嘢啦。OK，
就如果我將所有錯怪俾佢嘅話，咁即係等於我就喺度怪緊一個一直喺度幫手做嘢人，我覺得呢個都完全係一啲都唔 OK 嘅，OK。而且加上咧揾人幫手呢樣嘢，其實我都可以 aware 到嘅，但係我一直 hea 做喎，呢個完全都係我嘅問題啦。所以咧，我從呢兩件事入邊反思到，其實一啲點講就係要一啲 self-aware 到自己一啲不足同埋問題啦，同埋唔好將所有嘅錯啦怪俾人哋啊！呢樣嘢係好重要嘅。所以話我未來會拍更加多嘅片啦，然之後咧獲得更加多嘅資訊啦、信息啦，然之後改進自我。OK，呢樣嘢係另外一樣嘢我非常之想達成嘅。咁條片差唔多去到呢度咯，咁嘅話咩我拍嘅片就大家見到我可以睇嘅，就係咁，拜拜。